邊度啊？係啊，你關注我，到時我睇入去睇你嘅資料係嘛？確定啦係嘛？了解你切透啦，先陣大家呢就千祈唔好話立亂轉帳啊！我一般我都唔會話以個人名義去加微信話要求大家㗎，真嘅啊！有啲呢佢又拍啲視頻呢，你出咗做一段視頻發出係嘛？OK， 你出發之前做一段視頻發出，收到，地點係嘛？做什麼事 ？OK， 收到。OK， 我都係諗住係咁嘅，今日我啱先落到來，因為第一次做。黃岡、肇慶、端州㗎。端州好遠喎。端州遠，有啲遠啊，端州啊。端州100公里到啊，100公里到啊。唔知幾公里兩個鐘頭啊？2個鐘頭啊，2個鐘頭嘅要。歡迎我哋嘅大將軍，歡迎毛總閃亮登場，做主播多人支持係嘛？係啊。大家呢就唔好話喺直播間呢嗰啲人關你私信啊，又話覺得幾困難啦，未了解情況之前呢，大家就千祈就唔好話立亂去相信人啊，因為直播間我又控制唔到，因為直播間係通透嘅係嘛，度都有人來，咩人都有，好嘛？所以呢大家要明白呢一點啊。快樂寶貝，如果係你真係有呢個確實嘅情況下呢，我會到時我關注你，我會了解嘅情況你住乜姓乜住邊筆，我要係你先關注咗我先，你唔緊要嘅你先關注咗我，你確定你係面臨咗咁個事情要幫你屋企家庭有咩成員係嘛？我哋呢個出發點呢係想真正冇錯啦，要了解到佢係真需要幫助嗰啲人，而唔係話我感覺到話直播間我都需要幫助㗎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就係咁簡單，所以呢要一定要真實，我唔想辜負咗直播間嗰啲大愛嗰啲人士各種嘅啱啦，我有個大主播連過來，高他都要找到。喂，你哋把我爽嘅喎，打一場 PK 掂唔掂喎？我 PK 佢做，今日呢我就唔打 PK， 今日呢我就真係來到一個殘疾哦，即係樓喺度助農，喺度助農，喺度睇啲老人家係話。唔係呢個呢殘疾人士呢係需要幫助。哦，好嘢！牛哥啊，點讚。OK， 快樂寶貝你先確實係有一個徹底我先入去做嘅，每一個都係咁唔係話喺直播間講一句就有人捐錢，就唔係就歡迎知音啊！聽下偈啊！佢講嘅説話聽唔到啊佢講嗰啲嘢呢就係聽唔到嘅。唔係，佢講得慢啲就可以聽得到嘅。佢講咩我真係聽唔清楚。按你自己自身嘅能力去就 OK 啦。多謝知音啊，多謝多謝直播間所有啲哥哥姐姐多謝。你刷啲係嘛？係你如果係多謝我哋嘅善心，多謝我哋嘅善心哥，多謝哎呀，呢個善心哥你，呢個善心哥，多謝我哋嘅善心哥，多謝。如果你係善心哥，多謝善心哥，睇手機度。嗱，大家如果係如果係想資助嘅，
嚇，過嚟。多謝你，多謝啊，多謝我哋嘅善心哥，多謝啊，真係感謝啊！聽日呢，我呢就上惠集嗱，我數1、2、3，你可以同我做個朋友，關注一下好嘛？關注一下，你小孩7歲係嘛？關注一下嗱，我數1、2、3，做一個朋友，我聽日都上惠集好嘛？直接喺度啊，3。